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《俗女养生记》这个电视剧，咱来播送到第6集，主题是风台妹。啥尔啊拄好拄着台湾咧做风台，啊，这集有3段感情线，每一段拢互人目屎甘目甜，果然搁来吹出着超悬的收视率。 拄了小金陈家明咧思考阮距离的代志，地方台天忍袂调甲小肚金落。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负担一个生命，所以我还是决定不要小孩。有心了的陈嘉玲选择袂生囡仔，和蔡英新冤家2个人强要分手。陈嘉玲的囝兄对未来的想象，甲真侪女性的心声拢讲出来。转身第6集主题的风台天，拄好拄着趁手风台，对观众来讲，剧情的发展嘛是那风台天的程度。已经不单单是吵架最根本说哦要不要小孩这件事情，它会涉及到你自己的自尊。 迄出上真的情感，不过第6集互人流目屎的，就是大小嘉玲角色的转换。嘉玲细汉的时阵，拄着有人想要甲头摸，伊真惊吓。妈妈，我带去。着靠妈妈保护，有慧妈妈拄着翁婿，敢若伫外口有查某，就那当年咧哭的小嘉玲同款。 角色相换，大嘉玲已经变做妈妈的外壳，剧情互人真感动。4岁以上收视率有4.14，是全台湾收视冠军。45岁到54岁有7.1，真悬的成绩。接落来，大家感情线会安怎行，嘛变做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嘛互大家拢真期待。